那么就叫啊，妈怎么爱呀？俺就俺来嘞，那没是啥菜的。啥菜吧？你那么吃干嘛就弄？之前过个快安去过个快安去过去只打了，我对呀，我把这个节目有呗，打了节目呗，我家去特别不爱。我是提个了，把是推不要干什么了嘛？啊，你去过嘛？嘿，有家呗，我不要呗，你就这个贵，这个贵，这个贵，这个钱呢？哦，你不要给交提不钱，我不会，俺家为这个对了，有好他那个是他推不了嘛的，干不干那个？是啊是。不写的啥菜的，别家的。把小孩儿给。如果把什么干干是拍干嘛拍档？啊，啦啦，这边好个呗啊，我家呀吃好啦，我家吃好啦，这边后边好呗，好多的。这不能不叫我给他带过来。这边搞花起码起步我要地方多的，后边我去。看见没？我这边好，我住那边的嘛那边呢。那个啊，搞个瓜丢，炒在啥子那个地巴的呀？个分。啊，人家哈边来处理，人家个把路边我个把出个搞家路啦，我拿个车个搞电脑啦，侬妈都变错，没。对不？这个搞这个这个搞出个搞家路啦，拿个车个搞那啦。我不明白嘞，俺是个啥？这里一点一个味。